輕輕嘅調整一下我哋嘅呼吸，將我哋嘅每一個吸氣或者每一個呼氣，每一個吸為一個單位，將佢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嘗試喺頭嗰三分之一先自然嘅吸或者自然嘅呼，然後去到中間開始比較發力嘅吸或者發力嘅呼，所以其實就係由輕至重嘅吸，由輕至重嘅呼，由被動到主動嘅吸，由被動到主動嘅呼，唔需要十分之量化嗰個三分之一啊，只不過係比喻嚟嘅啫，吸氣被動，然後到主動多啲，呼氣被動到主動多一啲，吸氣，呼氣。所以喺 Ujjayi 嘅時候，你會感覺到或者聽得到個聲音係由輕至重吸氣，呼氣，吸氣，呼氣。準備一次 Om 吸氣。長長嘅呼吸，打開眼睛。Namaste。好，所以陣間我哋個被動主動嘅吸氣就係跟動作，被動主動嘅吸氣我哋喺轉換嘅時候做，深入譬如 Chaturanga 落到去你要停一陣嘅時候就做主動嘅呼氣，可唔可以啊？分得啊？可以理解係咪？好，因為上一堂嗰個女仔嘅話，佢用咗3啖氣嚟完成一個動作。OK， 係啦，嚇讀字吸一呼 breath 個 breath， 唔係佢係吸呼咁樣，我好難喎。OK， 萬一個氣將佢分成少少唔同嘅，前邊係被動，後邊長啲係主動咁樣嚇。好，我哋準備大家擺入息，所以氣同動作一致啊，吸氣3式，呼氣前彎，吸氣半前彎，由被動到主動深吸，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 Dog， 深入抬頭往後捲，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5個呼吸都仲係呢個節奏，嘗試去習慣呢一啲節奏，你嘅練習會更加輕鬆嘅。4、3、2、1，吸氣踏前半前彎，被動到主動，呼氣前彎，吸氣3式，呼氣 Samasthiti， 吸氣3式，呼氣前彎，吸氣半前彎，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5個呼吸。4、3、2、1，吸氣踏前半前彎，呼氣前彎，吸氣3式，呼氣 Samasthiti， 吸氣3式，
呼氣前彎，吸氣半前彎，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吸氣踏前半前彎，呼氣前彎，吸氣三息，呼氣什麼式啲拜日式 B 曲沙，吸氣被動主動，呼氣前彎，個盤上提，吸氣半前彎，喺前彎裏邊揾後彎，呼氣踏後插半提。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 Dog， 左腳開躂右腳踏 Warrior One， 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 Dog， 呼氣 Down Dog， 右腳轉左腳踏前 Warrior One， 吸氣，呼氣 Chaturanga。吸氣 Up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四、三、吸氣踏前半前彎，抬頭，呼氣前彎，吸氣 Chair Pose， 呼氣 Samasthiti， 吸氣 Chair Pose， 呼氣前彎，吸氣半前彎，呼氣 Chaturanga。吸氣 Up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右腳轉外八，左腳踏前 ，sorry， 左腳轉外八，右腳踏前 ，Warrior One， 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 Dog， 呼氣 Down Dog， 右腳轉，左腳踏前 ，Warrior One， 呼氣 Chaturanga。吸氣 Up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肩胛骨外展，上回旋推出去，下腹刮空，個盤上提，大髀骨部往內收，大髀骨部往內收，而且係往恥骨，即係往中線再收，去感覺一下坐骨。係慢慢往外邊嘅力打開，四、三、二、一，吸氣踏前半前彎，抬頭，呼氣前彎，吸氣 Chair Pose。呼氣 Samasthiti， 好，站姿最連，雙腳分開與肩同寬，十叉腰，吸氣微微屈膝，呼氣先對接，肚皮貼上大腿，手拉緊住。做咩啊？你爭咗一組嚇？你爭咗一組新 B， 聽唔到？爭咗一組新 B， 係咩？我唔係做咗兩組咩？係我做咗。四、三、
吸氣抬頭，呼氣手，腳踩手，手掌接落去，掌心向上踩晒成隻手掌，呼氣對住，個頭放鬆啲嘅溫外展打開，骨盆繼續向上提，Parahasana 5、4，同樣都係被動到主動嘅呼吸 ，Ujjayi 3。接落嚟都係靜態，比較靜態嘅練習。你每一個停留嘅時候都關注呼吸。2、1，吸氣抬頭，手叉腰，慢慢企翻起身，轉向下方，三角式，右腳往後打，右腳轉右，左腳轉翻向正前方，微微曲右腳，右手落去揾腳趾，脊椎先拉長，右邊腰側腰線長。左手揾天花板，右邊大髀前側同埋靠外側喺我哋嘅側面嚟嘅，往內收，往骨盤裏邊收。5，慢慢將你因為右邊嘅大髀往內收，骨盤往左上方移。4，你嘅左腳踩得更加紮實。3，感受你右邊嘅坐骨係揾地板嘅。2。微微曲膝，翻嚟平舉雙手，換腳，轉一轉雙腳。係啦，左腳微曲，鬆一鬆手嗰就得㗎啦，左手揾腳趾。我哋哋應該係 OK 嘅，所以可能都唔需要曲太多啊。左側腰線拉長，右手揾天花板，兩隻手一條直線。係啦，所以你喺停留嘅時候就係配合住你個呼吸，揾脊椎嘅延伸，令到左側嘅腰線拉長。4。配合住呼吸，揾到你左邊嘅大髀根部往內收，同時令到有骨盤向右上方推過去。3，將兩隻腳嘅重量、兩隻腳嘅力量去大概平均分佈。2、1，微曲左腳吸氣翻嚟，平舉雙手，轉身去後邊，右腳向前，左腳外翻，可以微調一下雙腳。右手摸底骨，左側線拉長，吸氣，肩胛骨往上提。呼氣嘅時候，肩胛骨下降，撳腳掌嘅外側，頭頂先指向正前方，唔好捐出去右邊。好，左手推地，左邊手臂內旋，右手揾天花板。內旋你就要將你嘅胸口轉向右啦，所以左手推做內旋，脊椎係延伸住去做扭轉，保持膊頭喺你嘅腳背上。遠離腳背。4，去感受你嘅胸腔而家向右旋，你個骨盤表面上冇喐，但係佢個力係往左旋。4，胸腔往右旋，骨盤嘅力線係向左旋。3、2、1，翻嚟，慢慢換轉向後。鏡嘅方向，後調整下雙腳，左側摸底骨，右側肩胛骨先提起，吸氣，呼氣嘅時候落外側嘅地板，撳到地板之後，手臂馬上做內旋，你個胸口已經轉緊過嚟㗎啦，胸口轉晒，左手揾天花板，兩隻手一條直線，形線點起左手，去感受你而家嘅胸腔係向窗，係啦，胸腔係左旋嘅時候，骨盤需要維持你中立嘅位置，佢要有一個對抗。因為你個胸腔其實一直仲繼續左旋嘅。5，停留嘅5個呼吸，你係一直加深嘅。4、3，你要想像你個胸腔係沿住你嘅脊椎向左滑過去。2、1，吸氣，微曲左腳翻嚟，雙手平舉，面向右。呼氣，雙腳翻嚟前方，手握少啲。好，伸展右腳踏向右，右腳向後。冇嘅拖佢大啲，確實。好，右手落地，外側。好，而家喺一個暫時未係太低嘅位置去調整，右側嘅坐骨要向地板，係啦，都係唔緊，左手貼向耳邊，形似點起左手。
意識、你嘅諗法、你嘅左腳先至係支撐腳。然後俾你左邊嘅肩胛骨做站立三式嗰隻手臂，舉手嘅手臂。4即係外展上提上回旋，盡量係貼近耳仔，將你嘅膊頭盡量貼向耳仔。3、2，穩定嘅骨盤吸氣翻嚟，雙腳可以伸翻直，轉腳掌嘅方向。左腳屈曲，調整好雙腳嘅距離。左手落左邊膝頭哥嘅同時，你嘅坐骨係坐地板，而右手貼住耳邊延伸出嚟。Paschimottanasana 右腳踩穩腳掌嘅外側。4，零字點起右手做你舉臂三式嗰隻手，嗰隻肩胛骨。3，注意感覺呢隻手嘅延長嘅起點起肩胛骨。2，穩定個骨盤，吸氣慢慢翻嚟，平舉雙手，好轉身去後邊做扭轉嘅版本。好，調整好雙腳，前腳先屈曲，加埋再闊少少。好，曲膝，微微曲線，右手叉腰，左先拉，左邊手臂拉長，肩胛骨向上提，吸氣。呼氣嘅時候轉向右，將肩胛骨下降，肋骨下降。你嘅 option A、B、C 自己揀，合掌綁膝頭，綁大腿，或者近地板。大家都做 B， 好似喺呢一度，所以一樣啦。感覺你個胸腔而家係往右旋，你個骨盤要有個力嘅方向向左旋。平時點氣右後遠方。3、2、穩定個盤，吸氣翻嚟，呼氣轉身翻去前方，調整好雙腳嘅距離，兩隻腳嘅擺位，前腳曲起，都大過翻少少。你轉咗個位之後，因為你兩隻腳其實係移咗位嘅嚇，曲實。好，右手拉長吸氣，脊椎肩胛骨往上，呼氣肩胛骨加胸廓往下降，旋向左。你頭先嘅 option 綁左邊嘅大腿。所以而家胸腔係往左旋，你個骨盤要相反向右旋。5、4、3、2、1，骨盤穩定，吸氣翻嚟，平舉雙手，呼氣往前方翻去Samasthiti，準備4個雙角式。右腳打開往右往後，雙腳嘅距離一條腿11字，先微曲都放鬆膝頭哥啊，全部都唔要落實膝頭哥，呼氣往前，手掌落地，喺腳掌嘅中間，手掌手踭都係與肩同寬，4個雙角式揾你嘅脊柱同骨盤嘅力量，骨盤往上提，大腿根部往上收入去，坐骨一樣打開，4。脊椎要延伸往地板嘅方向係主動發力，所以你嘅頭會好近地板。3、2，分兩段翻嚟，要增加。手推地板，頭頭往前吸氣，手叉腰，呼氣，背脊水平於地面，微曲膝頭哥吸氣起身。直接落啦，呼氣落去，微曲膝，手叉腰。好，呢度只係手唔推地板啫，揾翻你頭先嘅 A， 你嘅骨盤係如何向上提。4，揾翻你嘅脊椎，你頭先係如何令到你嘅頭頂最接近地板。3、2，呢度會一次翻底，但係慢慢啊。微微曲膝，吸氣，慢慢起身。好，手喺背後靠手，呼氣，再一次往下落去。好，再吸氣嘅時候，將骨盤上提，脊椎拉長。再呼氣嘅時候，嘗試將你嘅手臂離開背脊，保持。4、3、2。
嘅背脊先唔喐，慢慢再起身吸氣。最後一次呼氣，直接落去，手拉大腳趾。Pasavita-Padottanasana B， 第四個嘅時候，你個骨盆嘅上提應該好，本身肌肉都記得要點樣做啦，肌肉記憶我都一直喺度啊。脊椎延伸，四、三、肩胛骨放鬆多少少，二、分兩段翻嚟，吸氣先抬頭，手臂伸直咗，呼氣手叉腰，背脊水平地板先不動，再吸氣慢慢起身，踏向前，Samasthiti。好，雙手喺背後 ，Namaste， 背面嘅祈禱式。好，掌心互推，肩胛骨都係相對地分開嚇，右腳往後踏，轉身向後，扭轉三角嘅距離。微微放鬆你右腳膝頭骨就得啦，吸氣，骨盤中立位置，呼氣，慢慢落去對接嘅時候，注意你嘅後腳唔好因為身體向前太多而飄得太多，左右前後兩隻腳，盡量將佢平均起嚟。去感受你嘅前側係收縮嘅，腹部往內收。肋骨往內收，而且佢係相對下降，即係降向肚臍嘅方向。四，然後整個背面都擴張。三，透過呼吸將我哋背部嘅肌肉先打開。二，咁我哋陣間做穿越嘅時候，你個背部先至有空間去托高整個身體。放鬆啲右腳膝頭哥，慢慢起身。穩定，好，轉身向前，手先唔拆開，調整好雙腳位置距離，前腳膝頭哥放鬆，呼氣往前落，一樣骨盤穩陣。你個骨盤穩定，你整個身體就會穩定。所以你觀察你兩側嘅坐骨嘅位置。觀察你雙腿嘅力量。四，繼續將我哋嘅前側往內收，下腹收。透過呼氣去收，並唔係用力將佢縮入去啊！透過呼氣，因為冇氣啦，所以會凹落去。四，將肋骨再往內，往自己個背面收。三，將整個胸骨稍微往下降。二，吸氣慢啲起翻身。好，轉身翻嚟，你右邊係你嘅正面，雙手平舉。呼氣翻去前方 ，Samasthiti， 單腿平行 ，Utthita。右腳，左腳先踩好，右腳抬，右手拉腳趾。好，左腳完全伸直啊，左邊嘅坐骨係扎根地面嘅，同你第一個山式一樣。然後右腳往上，用你個腳踭往上壓上去。所以你右邊嘅坐骨盡量向上，你個腳踭已經向上壓上，你右邊嘅坐骨都係向呢個腳踭吸氣。呼氣，保持腳嘅高度，額頭落去揾膝頭哥。呢度係好似你啱啱個加強伸展式。所以頭先個動作同呢個動作好有關係嘅。四，都係腹部內收，肋骨內收，胸頂下降。三、二，然後右邊嘅大腿根部係往內收。吸氣，抬頭望翻前，穩定一下，腹部唔轉動啊。呼氣，打開到右邊。好，望左，平時你咪左遠，四、三、二、一，吸氣翻去前方，抬高多少少添，呼氣再一次落嘅時候前側係內收，吸氣抬頭望翻前，腹同背平衡，腳留喺呢個高度，手叉腰咪腳，形似點嘅腳尖。四、三、二、一，放低，換腳，擺好右腳，支撐好起你嘅右腳，左腳拎起，
左腳抬腿，左手拉腳趾。右邊嘅坐骨扎根喺地板，你嘅支撐腳係好穩定嘅。左邊左腳盡量往上抬，最後先至伸直，或者甚至乎你都係保持住你膝頭哥放鬆。呼氣嘅時候，額頭揾膝頭哥。你嘅左邊嘅坐骨係靠前向上嘅。4，所以你左邊嘅骨盤，如果我哋將個骨盤分成左右，左邊嘅骨盤係稍為後傾。3、2、1，吸氣，頭頭往前，穩定一下，呼氣，打開左腳到左，骨盤不轉動，左邊嘅坐骨依然係向住地板，向前方嘅方向。5，而家你嘅前方都仲係鏡啊。4，凝視點喺右遠方。3、2、1，吸氣望翻前，左腳帶翻嚟正前，呼氣，抬高少少，額頭再一次揾膝頭哥，前側收，背部打開，吸氣望翻前，上手叉腰穩定。5，感覺左邊嘅大腿就係根部往內收啦。4，同你做下犬一樣，同你做站姿前彎一樣。2、1，頭放鬆，半蓮花站立，由左腳做支撐，右腳屈曲，放高少少下，左邊手骨先放鬆佢，微起曲都得。放高咗之後，先落去，雙手都揾咗地板 ，hold 住你個腳腕喺腳腹股溝呢個位置，右手繞過背面，係啦，可以稍為打開右邊嘅膊頭，捉到之後，將你右邊嘅膝頭哥指翻落地，將你右邊嘅膊頭都降落翻，大致上俾自己去翻一個對稱平衡嘅位置。保持呼吸。5、4、3、2、1，吸氣先抬頭，呼氣起身，慢慢繼續。換腳，左腳半蓮花，企穩起右腳，大腳趾頭踩好。你嘅右邊嘅坐骨就係扎根於地板啦。右腳膝頭哥放鬆一啲先嚇，呢度鎖住咗，你落去必然係鎖住㗎啦。呼氣慢慢落，先落咗去。好，左手繞過背面。如果你呢一個係扣唔到嘅話，就由佢啦。如果扣到就扣住，保持呼吸。將我哋嘅身體嘅重心唔好淨係挨晒喺右腳腳掌嘅外側，俾大腳趾頭即係內側踩多少少。4，係啦，保持你嘅右邊手骨係放鬆嘅。3，然後骨盤繼續往上提上去。2，所以呢度唔係用蹬腿嘅力啦，唔係用蹬膝頭哥嘅力啦，真係骨盤上提嘅力。2，吸氣抬頭微曲膝，呼氣慢慢起翻身，企好，好站姿向前，企翻好氣，調一轉前一個 Vinyasa， 吸氣抬頭，雙手往上伸直，呼氣前彎，吸氣半前彎，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腳高腳踭，微微曲膝，吸氣抬頭望到你手掌，呼氣向前跳到 Chair Pose Utkatasana， 雙手往上曲膝。4，去感覺呢一個骨盤向後推嘅力，係從大髀嘅前側往內收，腹股溝發力。4，而唔係將你嘅腰收緊嚟發力。3，你個背係長，因為你有舉手。2，你有骨盤會向後，因為你個腹股溝向後推。1，呼氣到前彎，吸氣半前彎，呼氣 Chaturanga。仲記得你嘅被動同主動呼吸嘅節奏啊！吸氣 Up Dog， 加深啲時候主動吸，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左腳外八，右腳踏前，吸氣 Warrior One， 保持。5、
雙手往上，肩胛骨外展，上提上回旋，眼睛你嘅凝視點喺手指。你仲有空間再抬高手臂嘅。你嘅所有嘅抬手臂嘅終點應該係膊頭貼到下顎線為你嘅終點，但係唔好過分用你嘅肩頸，所以要先揾到你從前鋸肌發力射。好，坐低多少少嘅時候，揾你右邊嘅坐骨向膝窩嘅方向先至坐，後腿繼續蹬腿，好，慢轉身向後，微調一下雙腳，穩定翻你自己嘅 Warrior One 嘅距離同穩定性。繼續抬手臂，從肩胛骨開始發力，揾到前鋸肌同你嘅背闊肌，幫你往上托高你嘅肩胛骨，凝視點喺手指。再下一個呼氣，坐低多少少，坐骨向前揾膝窩，後腿應該要嘅更努力啦。4，係啦，你越坐得低，你嘅後腿係越用力蹬腿嘅，會越靠近臀部嘅位置用力。2，及皮 Warrior Two， 雙手平舉，調整好雙腳嘅距離，右腿推左膝啊，右腿推過去，骨盤同脊椎係被動嘅平移，保持。5、4。Virabhadrasana B。3，戰士儀式，你嘅主力，你嘅發力腿係右腳嚟嘅。2，及皮伸翻隻雙腳轉腳掌，左邊大腿推右邊膝頭哥，呼氣出落。5，凝視點嘅右手。4，觀察你個呼吸。3，肋骨往左右擴張比較多。2，雙手揾翻地板，平板吸氣，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向前行或者跳到坐 Dandasana， 雙腳伸直向前，床頭腳大腿內側並埋一齊啊，合好嘅，坐骨坐穩咗之後，手撳喺骨盤旁邊，稍前，好，背部挺直，但係肋骨往下降，低頭下頭揾鎖骨。5、4、3、2，後式呼吸啊，都係被動主動啊，被動開始，主動加深。吸氣抬頭，雙手蓋前方，捉到大拇指。Paschimottanasana A， 呼氣，額頭去揾膝頭哥。保持你坐骨係坐住喺地板，所以你個骨盤相對嚟講係後傾，即係你唔會有一個夾 pat pat 要反坐骨嘅感覺。然後所有嘅前彎係一個將我哋嘅呼吸完整帶去背部嘅練習，呢一個係好重要嘅。用氣帶入去，吸得到去腰部到骨盤。4，咁你呢個動作就有做啱啦。3，能夠盡量保持我哋嘅前側穩定，即係你嘅呼吸唔太影響你已經收好嘅腹部，已經降落咗嘅胸口。2，吸氣抬頭 Paschimottanasana B， 手腕按腳趾，手掌捉到腳弓，呼氣再一次落。B 比 A 深一啲，你做嘅嘢係一樣，嘗試喺深一啲嘅體式裏邊，再揾得翻至少你啱啱做過嘅基礎。4，然後揾得翻你頭先想要揾到嘅感覺。3，而呢個感覺因為體式嘅加深而加深嘅。2，吸氣再一次抬頭。呼氣嘅時候，右手捉左手手腕 Paschimottanasana C， 過你嘅腳弓，再一次額頭揾膝頭哥。好，5，係啦，俾你嘅 B 同 A 都再加深一樣嘅發力方式。你因為加深咗，你會唔會
骨盤過分嘅前傾。四，相對嚟講都仲係一個後傾嚇。三，所以你個背部一個合理嘅弧度，去承載你要入去嘅氣。二，保持住前側能夠穩定住內收。呢一個係當我哋穿越嘅時候，你嘅身體足夠穩定；你做後彎嘅時候能夠穩定；你做倒立嘅時候能夠穩定嘅基礎。二，吸氣抬頭，呼氣解開，jump back chaturanga 個轉，靠前少少啊 chaturanga 嘅位置，交叉腳，膝頭哥揾膊頭，膊頭揾膝頭哥，打包啊，盡量貼好，捆一卷好重嘅膠紙一樣啊，呼氣，重心靠前走。行或者跳都可以，係啦，輕盈嘅行都可以輕盈吸氣上圈，呼氣下圈，吸氣向前行或者跳到坐，反向棒式坐翻後少少啦呢度，腳踭到你嘅瑜伽墊頭有一隻腳掌，好手撳向後，手指向前，挨後嘅時候你剛好按好手腕，而手腕冇壓力。好，腳踭到墊前嗰個位置不變，嗰個距離不變。吸氣曲膝踩實腳掌，係啦，平移向前。呼氣嘅時候蹬直雙腳，盡量俾你個腳掌完全都踩晒，超好，保持。五，係啦，你個膊頭係內旋㗎，你先至撐得到自己嘅。四，然後慢慢推高個心口向後抬頭。三，二。good， 慢慢坐翻地，坐翻靠前一啲啦 chaturanga 張臂，先做好個打爆，做好你 pack 實自己個感覺，重心靠後，呼氣前 chaturanga， 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往前坐低，半蓮花左腳伸直，右腳屈曲擺上大腿嘅根部，係啦，同你頭先站姿係一樣，但係呢度應該會加深一啲嘅，但係你會舒服一啲，因為唔需要平衡。好，右手繞過背後，係啦，左手捉腳掌嘅外側。好，因為右手要過咗去捉腳，所以觀察下會唔會因為呢一個捉腳而令到你右邊個膊頭高得太多。保持都係一個前彎，所以頭先你啲坐姿前彎嘅 ABC。你所做嘅要素喺呢度一樣有嘅，所以頭先會先出現嗰一個前彎，比較簡單嘅前彎。所以呢度一樣，揾翻你腹部內收，肋骨內收，胸腔下降。四，你個呼吸完整帶到去整個背，去到腰，去到骨盤。三，二，肩胛骨係放鬆嘅。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jump back chaturanga， 吸氣重心靠後，呼氣重心靠前 ，hip 升高，中向前你就有位向後啦。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往前到坐，半蓮花左腳擺上去。所以先做好每一個細節啊，曲膝頭哥啦、外旋你個髖關節啦，呢啲都慢慢做。左手繞過背後，係啦，慢慢往前彎，右手捉腳掌嘅外側，放鬆住你個膊頭，放鬆住你嘅手踭。前彎係靠核心對接呢一個力量，腹部收伸啦，腹部收啦，大髀根部內收啦，呢一啲力量去令到你達成你嘅前彎。並唔係將我哋嘅膝窩推出去啦，用隻手好大力咁樣拉自己啦，都唔係啦。三，觀察你嘅呼吸。二，所以前彎係一個最溫柔練核心嘅提醒。吸氣抬頭，呼氣慢慢解開，坐前，吸氣重心靠後。呼氣重心靠前 ，hip 升高多啲，頭中低多一啲，你就好多位置㗎啦。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往前行或者跳到坐，半英雄，右腳屈曲，小腿放外，係啦，坐好。好，左腳同你頭先一樣啊，放鬆啲個膝頭哥。好，右手圈左手嘅手腕往前放低，過你嘅腳弓。係啦，允許啊，所有嘅前彎都允許你
放鬆膝頭哥，甚至乎曲膝頭哥去做，俾你多少少嘅練習擺起軀幹，你嘅核心、你個背嘅呼吸。4、3、2、1，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jump back chaturanga。吸氣 upward facing dog，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吸氣向前坐，左腳半英雄，擺好隻右腳先，左腳再嚟屈曲。坐翻好，平均翻入邊嘅坐骨，有需要嘅話推一推地板，調整你個骨盤。好，左手拉右手手腕，吸氣，呼氣嘅時候腹部收住去達到你嘅前彎，你可以先曲膝頭哥嘅，俾你過到個腳弓先。膊頭再鬆一啲，肩胛骨開始先打開，繼續做你嘅前彎，你嘅前側與後內收。我哋從第一個 Pada Uttanasana 就做緊㗎啦。5、4、3，觀察你個呼吸，由輕至用力，由被動到主動。2、1，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jump back chaturanga。係啦，骨盤俾佢升高多少少，用肩背嘅力支撐，吸氣 upward facing dog，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吸氣往前坐低 ，jump to Shavasana A， 右腳屈曲踩大腿嘅內側。準許自己嘅右邊嘅坐骨比左邊後，右邊嘅坐骨靠後。好，然後一樣右手拉左邊嘅手腕，呼氣嘅時候往前走。jump 係。5，做得快少少，我先至有呢個動作。4，我咪通常都係跳到去 Marjasana。3，右邊嘅坐骨相對靠後嘅時候，你係更多嘅呼吸嘅感覺喺右邊嘅腰背。2，你可能感覺呢一種係拉伸，但係其實佢係穩定嘅拉伸，你裏邊係有一個穩定嘅內壓。2、1，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jump back， 吸氣重心靠後，呼氣重心靠前，撅高一啲，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向前倒坐 ，jump to Shavasana A， 左腳屈曲，左邊嘅坐骨稍為靠後。其實你曲嘅過程你已經做咗呢件事㗎啦。好，左手拉右邊手腕，呼氣嘅時候往前過腳弓，你可以先微曲膝，俾佢過咗腳弓先。膊頭放鬆多少少，手踭微微向地板嘅方向屈曲。5，繼續揾你前彎時候嘅呼吸。4、3、2、1，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jump back chaturanga， 吸氣重心靠後，呼氣重心靠前，中低少少，升高少少個 hip， 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向前倒坐 Marjasana A， 左腳伸翻直，右腳屈曲，與肩同寬嘅雙腳，左手扶一扶地板，吸氣。呼氣嘅時候往前伸，將你嘅對接先做出嚟，反手掌包住你嘅右腿，左手喺背面都捉到，輕鬆嘅右手捉左邊嘅手腕。呼氣，下一個呼氣，額頭揾膝頭哥，去揾你兩邊膊頭要對稱嘅調整，用你自己對自己身體嘅了解去做調整。所以應該一般就係右邊嘅膊頭比較高，至於高幾多，你去自己去感覺。4，然後你要調整呢個膊頭就係手臂推小腿，
向後退。3，我哋因為唔同嘅手臂啊、軀幹啊同腳嘅長度，你有可能會需要將你右邊嘅坐骨往後啦，或者右邊嘅坐骨會升高。3、2、1，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jump back chaturanga。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吸氣向前到坐Marichyasana A 換腳，左腳屈曲與肩同寬，坐翻好兩側嘅左骨。好，右手扶一扶地板，左側先拉長吸起，呼氣降落，帶埋你個胸廓一齊降落，先至去包你隻左腳。可以嘅話，左手扣右手嘅手腕，利用你嘅呼氣，因為呼氣你會將腹部收，會將胸廓往下沉，向背部收入去，你就有更加多前彎嘅力量。5，自己去感受背部、膊頭嘅平衡。4，然後自己去做微調。3、2、1，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jump back chaturanga， 吸氣靠後，呼氣靠前，協升高，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Marichyasana B 向前坐，左腳半蓮花，右腳屈曲，將重心交去俾左邊嘅大腿，所以擺晒，係啦，你會稍微傾向左。好，所以右腳係踩喺你嘅坐骨前啊，左手都係扶一扶地板，右手先出嚟吸氣，拉長，呼氣包到呢一隻腳，所以盡量做多少少嘅前彎啊，包得實佢。左手喺背面，可以嘅話就右手扣左手手腕，呼氣，額頭想揾前方嘅地板。觀察你個呼吸為你帶嚟嘅力量。3，為你帶嚟身體嘅空間。2、1，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Chaturanga， 吸氣重心靠後，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向前坐 Marichyasana B 換腳，右腳半蓮花，左腳屈曲踩地板，係啦，所以擺好你隻半蓮花啊，擺好你重心喺右邊嘅左骨，右邊嘅大腿，重心靠前，盡量先做好個前彎，包好你隻左腳，右手喺背面，可以嘅話左手捉右邊嘅手腕，慢慢透過呼氣揾到你前側更加多嘅內收，呢一度嘅要求真係比你頭先第一個前彎多好多啦。前側嘅內收、胸柄、胸廓嘅下降同埋收翻入背面。4，你個背部越有空間，你就越容易落到額頭去揾地板。3、2、1，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jump back chaturanga， 重心靠後吸氣，呼氣重心靠前 chaturanga， 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往前行或者跳坐 ，Marichyasana C 右腳屈曲與肩同寬，好。右手扶地板或者扶隻腳都得嚇，吸氣左手拉長肩胛骨，帶住胸腔往上提，呼氣肩胛骨同胸腔一齊往下降，扭轉過嚟，內旋嘅左手手臂啊，內旋嘅左手手臂，好，然後揾翻你個繼續下降嘅左邊嘅胸廓，5，右邊嘅膊頭往外，所以你右邊嘅肩胛骨係往後嘅，係往左邊嘅腰線收過去嘅。4，扭轉啊嘛，扭轉都係交叉力線。
3、2、1，吸氣，往前 jump back chaturanga， 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吸氣向前坐 Marshalsana C， 右腳伸直，左腳屈曲與肩同寬，右側拉長向上升高，吸氣，呼氣。前側交叉力線，右邊膊頭揾左邊嘅腰線啊，係啦，繞到過去內旋手臂，係啦，慢慢做。膝頭哥可以攝到去你嘅肩胛骨背面係最穩陣㗎啦。好，然後揾到你左邊肩胛骨揾右邊骨盤呢一條交叉力線。所以你嘅前側係右邊膊頭揾左邊嘅骨盤。4，你個背面係左邊嘅肩胛骨揾右邊嘅骨盤。3。所以都係一個開同埋一個合嘅力。2、1，吸氣望翻前，呼氣解開 ，jump back chaturanga， 呼氣 chaturanga， 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準備3組旋式，吸氣往前坐咗之後，雙腳直接拎起。雙手往前，保持你個腹同大腿之間嘅距離，唔係越窄越好，你就穩定佢。係啦。如果你喺呢個距離都穩定嘅話，就嘗試伸直雙腳。4，稍為有啲挺胸嘅感覺，但係唔要夾肩胛骨啊。3、2、1，不落地交叉腳打包，升高落翻地板。Navasana， 第2個旋式。5、4，微挺胸嘅感覺啊。3，即係你一直往後捲過去咧，你會碌過去啊。2、1，不落地交叉打包，升高，輕輕落翻地，揾你前側嘅交叉力線，你就收得實㗎啦。好，第3個 Navasana。5、4、3、2、1， jump back chaturanga， 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向前坐，sorry 向前，繞過你個磚向前行，Ujjayi，從外側繞過嚟，磚收窄少少，與肩同寬夠啦，係啦，窄少少嘅磚，好，手腕撳好。盡量將你嘅大髀夾實你嘅膊頭，呢個動作嘅中文名叫做夾臂式，夾住手臂嘅體式。腳喺地板先，向中間行，扣好腳腕。好，可以嘅話先至拎起雙腳，保持平衡。係啦，所以夾臂式啊，你係夾住你嘅手臂。4、3、2，所以陣間嗰啲烏龜都係靠呢啲夾嘅，你不夾住自己啦。1，慢慢解開，可以行向後度烏鴉，你可以喺地板慢慢向後褪，係啦，然後先至 jump back to chaturanga， 可以吸氣 upward facing dog， 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 係行意思嘅真係。嚇？點樣溫度？虎溝往上提，本人未做到。即係會離開唔係離開，就係將你本身係挺手臂外側㗎嘛，佢會去翻呢度咯。係啊，你要 keep 上提咯。我 send 啲片俾你睇下，本人真係未做到。做到呢一步啦，就真係慢起手到啦，不遠啦。好，吸氣往前行或者坐，或者跳到坐。好，我哋冇烏龜啦，其實。好，我哋瞓低面向上，先做橋式啊。橋式，Ashtanga 嘅橋式其實係類似魚式啊，外八腳腳踭碰腳踭。好，手可以先捉瑜伽墊邊邊，係啦，有個拉瑜伽墊
推啊，推完咧至邊嗰個力。好，吸氣先將 hip 唔升高住，頭頂頂住喺地板先。係啦，如果要調整可以調整多一次。好，每包腳踩實，所以你係枕後肌群用力，吸氣臀部離開地板，然後嘗試蹬直你雙腳，多少少俾你個額頭碌過嚟，所以更加多嘅收緊枕後肌群。其實手係可以離開地板嘅，係啊，你嘅係啦，你嘅支撐應該係捲嘅呢個位置，hip 升高多少少。你如果手唔需要再喺地板，你就交叉胸前搭自己膊頭。good， 建立好你枕後肌群就足夠做支撐。4，仲可以嘅話再碌前多少少，但係專心關心你條頸啊。3，係啦，呢個動作最尾係會伸直雙腳同埋鼻尖貼地嘅。2，但係我哋唔急。2啊，手扶翻好，慢慢落翻嚟。雙腳往上抬高。我做個復原，即係手抱頭。手踭往側落。5、4、3、2、1，龍式雙腳踩翻好。係啦，所以你用啱頭先嗰個橋式嘅技巧進入龍式，我哋都係分段聽口令，擺到手，擺到雙腳。係啦，肩寬、臀寬，手踭都係。好，吸氣臀部先推高，臀腿先發力。呼氣輕輕手扶一扶頭頂攝咗，手向腳踭爬一步，吸氣踩穩雙腳。呼氣將你個背放鬆一啲，推起身，抬頭嘅力為主，然後保持住你嘅手臂可以伸直，但係你係鬆嘅個手踭，唔好推到直到全部都伸直啊，直到超伸嘅直。5、4，繼續抬頭上望腳踭。3、2，做3次我哋。收啲下巴，頭頂先落地，手向腳行一小步。用抬頭嚟起身啊，放鬆少少個膊頭，吸起，抬頭捲起，係啦，臀腿加枕後肌群，臀腿加枕後肌群，你就要完成呢一個龍式啦。3、2、1，第3個，呼氣慢慢收啲下巴，頭頂落，手向腳行你最大嘅一步啦，最後一次啦。好，放鬆呢個膊頭，臀腿先推高，吸氣，呼嘅時候推起身，抬好多頭，腳踭趌高，可以行近嘅話就行近。5，係啦 ，keep 住個臀腿同你個抬頭。4，臀腿同抬頭就係啱你個橋式。3，靚。2啊，收下巴，低頭，慢慢落。好，抱膝頭哥，左右搖晃一下。然後前後碌3次，坐翻起身。係啦，3次都差唔多坐起身嘅係啦。好，坐咗起身之後做坐姿前彎，雙腳伸翻直，放鬆嘅膝頭哥，鋤頭腳，呼氣往前。呢一個係你嘅龍式嘅復原，係啦，手你可以，我哋頭先做過 A、B、C 嘅 Paschimottanasana，A 係捉腳趾 ，B 係按腳趾，3係扣起腳弓後放，你做任何一個都可以。係啦，呢一度係復原你嘅龍式，所以頭先你嘅龍式係背部支撐前側呼吸，而家將你嘅前側做支撐內收，背部做呼吸。4、3、2、1，吸氣抬頭，呼氣解開 ，jump back chaturanga。吸氣 upward facing dog，呼氣 downward facing dog。好，我想你向前跳係去到跪姿啊，即係去到金剛嗰個坐姿。但係如果你冇乜把握嘅話，你可以先踩翻好再跪低，吸氣，
呼氣慢慢輕嘅往前跪。係咯，就係咁，就係咁咯，就係咁咯。哦，頭倒立。係啦，為你準備咗頭倒立嘅姿勢啦。頭倒立，轉啦，自己位置。手踭擺好，先吸氣飽滿你嘅上背，肩胛骨嘅力量，係啦，頭都放好，肩胛骨嘅力量令你穩定。呢個基礎一直都要有啊，膝頭哥跪前一啲，腳尖輕輕點地。你要伸直雙腳嘅力量，喺骨盤上提，往上的起你個骨盤，背部 keep 住飽滿同上挺直，手踭一直喺地板，腳離開，單腿雙腿都可以。卡文超好啦，做到啦，穩定一啲啊！揾自己嘅中線，頭倒立喺阿 Shanga 裏邊係一個唔係高峰提式。9，其實佢係一個復原嘅體式。8，所以唔使用盡區灰之力去做啊，係有啲嘅輕鬆嘅。7，可以嘅話喺呢一度練埋你個呼吸。6，前側收，就好似你前彎個呼吸，前側收住，透過背嚟呼吸。5，4，揾得到你嘅基礎就係你嘅肩胛骨、你嘅肩背，你所有嘢都係輕鬆嘅。2，落一半啊！1，穩停行，慢慢先落一半，喺一半嗰個位置我哋會 hold 5個呼吸嘅啫。5，可以。4，所以呢度腹部溝一定係最深㗎啦。3，2，非常好。1，穩定上翻去，都係5個呼吸啫，上翻去揾翻你嘅接近中線就可以啦。如果中線令你會覺得比較困難嘅話，接近都可以㗎啦。4，但係事實上中線應該係最輕鬆嘅。3，2，慢慢落 Child Pose。4、3、2、1。